中南屯穿目镜站拉里的活动已经流传真久了，民众会伫个5日节穿目镜踩街站互大力，甲涂骹底拉里甲插好精神，通来帮助农民进造。今年这个活动继续举办。 民众穿特别制作目镜参加台中5日节的庆典活动。端午节那一天呢，大家穿着木屐呢去甲站了，穿山甲会惊慌失措，他就会到处乱钻了以后呢，他就会帮我们农民去耕田。今年除了趣味的采集活动，毛用多少的卵来徛卵比赛，现场毛准备免费麻衣汤、肉粽和鱼丸汤给民众吃。我们今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鸵鸟蛋来立蛋，所以中午时间欢迎大家来到广场来跟我们立蛋，用鸵鸟蛋来立蛋。活动伫咧10号伫咧南屯万和宫上场，现场还有发限量版古锥拉里的锁匙圈脑和抽奖的礼券，有机会得到大台电视。欢迎各地民众同齐来遮斗热烈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